歡迎嚟到舊金山成人援助計劃，也簡稱為 CAP。該視頻將會提供關於成人援助計劃嘅信息，例如客戶福利、服務同埋計劃要求。如果你嘅申請資格預約獲得批准，你嘅現金援助將取決於你喺舊金山居住嘅時間，同埋當前你嘅住屋情況及參與 CAP 嘅工作活動。一旦你獲得批准，你必須保留所有預定的約會，以保持你的福利。如果你不能嚟或者錯過了預約時間，請致電833-879-1365聯繫 CAP 服務中心。喺你嘅資格接收預約之後，你將需要參加你嘅預約工作評估分類預約。分診工作人員將評估你嘅工作能力。如果你有工作能力，請確保執行所有強制性工作活動。喺你嘅分診醫療預約期間，我們嘅分診臨床醫療師將篩選你是否有藥物濫用障礙。如果合適，我哋將推薦可能適合你嘅額外評估同埋潛在醫療方法。你必須遵守呢個評估並參與可用嘅醫療方法。如果有唔遵守，可能將會導致你嘅福利終止。確保將你情況嘅任何變化通知我哋，例如當你搬家或離開舊金山時，當你開始工作或者獲得任何類型的收入時，請撥打833-879-1365聯繫 CAP 服務中心報告這些變化。最後，你必須按時提交所有必須的文件。如果你不能遵守這些要求中嘅任何一項，則不會受到懲罰。如果你有正當理由，正當理由的例子包括交通問題、疾病、工作面試或者監禁。如果你認為自己有正當理由，請致電833-879-1365聯繫 CAP 服務中心。但係，如果你沒有正當理由，你嘅申請可能會被拒絕，你嘅福利可能會被終止。如果你被拒絕或者終止並唔同意該行動，你可以要求公平聽證。如果你在解決此問題需要幫助，你可以向灣區法律援助署尋求幫助。如果你被終止，還有一個額外嘅選擇嚟請求恢復福利。如果你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或者限制地就業，我哋嘅 JobNow 計劃可能將會為你提供一份符合舊金山最低時薪規定嘅工作。你可能獲得工作類型包括行政支持部門、清潔工或許多唔同部門嘅客戶服務。我們還可提供培訓計劃，或者幫助你獲得工作技能同埋經驗。JobNow 計劃可以幫助你解決前往工作場所、培訓、制服或者就業相關嘅要求。
喺你嘅 triage 工作評估預約之後，我哋嘅工作人員將為你轉介到 WDD Workforce Development 勞動力發展部，你可以喺那裡註冊 Workforce 工作並參與 Job Nudge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資訊，請讓你嘅工作人員為你安排勞動力發展部 WDD 預約，或致電877-562-1669與我哋聯絡。恭喜你完成 CAP 培訓，如果你擔心唔能記住所有信息，請參閱表格2460。